粤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粤语用来拍作品那么受限，用普通话的流量才可以覆盖全国。我真搞不明白你們為什麼這麼固執，一定要用方言。嗱，打斷下先嚇。首先粵語唔係一種方言嚟嘅，佢係一種語言，而且係俾世界認可嘅國際性語言。英文叫做 Cantonese。邊個關到事啊？係 Cantonese。但是粵語主播流量那麼受限，外省的朋友根本刷不到，就算刷到了也是一溜而過，相比國語主播相差太遠。你們何必搞對抗呢？嗱，呢個問題有啲嚴肅啦。首先我哋唔係搞對抗，亦都唔會對抗，我哋只不過係想將呢種有住幾千年文化嘅語言咧保留同埋傳承落去啫。何況啊，如果粵語消失，佢唔係一種文化嘅消失，佢更加係對古代嘅文化研究係一種損失。但是國語，哎，黐咩蛋啫？我們並不是不會說，而且說得還不錯，我們冚唪唥都會說。你先貓低。但是國語可以讓你們走得更遠，收益更大呀。唔係下下話同利益扯上關係嘅。咁我亦都相信，即使外省嘅朋友刷到我哋啲粵語視頻，哪怕佢唔支持，都唔會打擊我哋㗎。係，雖然國語可以令到我哋走得咁遠，但係粵語始終係帶我哋返屋企嘅。食飽未啊？埋單。我嚟。我嚟啊！我嚟。我嚟啊！我嚟。都話我嚟啊！我嚟啦！我嚟啊！我嚟啦！我嚟啦！還是我來吧。我。阿珍，阿三的阿車。